第26章，阿基帕对保罗讲：“准你为家己辩明。”对安尼，保罗伸手分诉讲：“阿基帕王啊，犹太人所告我一切的事，今仔日得到伫你面前分诉，实在是万幸。搁较可幸的是，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。”甲因的辩论，所以求你耐心听我。我对起头伫本国的百姓中，搁伫耶路撒冷对谁做人怎样，犹太人拢知影。因若肯做见证，就知影我对起头是照着咱教中第一严谨的教门。做法利赛人，现在我徛伫遮受审，是因为望上帝向阮祖宗所应允的。这个应允，阮12个支派日暝切切的侍奉上帝，拢望得到。王啊，我互犹太人控告，就是因为这个望。上帝互世人告我。恁为什么看做袂通信的呢？从前我家己掠做应该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伫耶路撒冷也捌安尼行。我对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我就将真侪圣徒关伫监内，因受抬，我也出名定案。伫逐个会堂，我偷偷用刑罚强迫因讲亵渎的话，搁分外的怨恨呢，甚至对逼因直到外邦的城邑。迄时，我领祭司长的权柄甲命令去大马色。王啊，我伫路上中昼的时阵。看见对天发光，比日搁较光，四面照我，搁甲我同行的人，阮拢跋倒伫涂骹，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困逼我？你用骹踢刺是恶的。”我讲：“主啊。”你是一罪，主讲，我就是你所困逼的耶稣。你起来徛地，我挑除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，甲我特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甲外邦人的手。我找你到因迄位，要互因的目睭得到开，对黑暗中归向光明，对撒旦权下归向上帝。搁因为信我，得到赦罪，甲一切正圣的人同得基业。阿基帕王啊，我所以安尼无违背。迄个对天顶来的异象，大先伫大马色，后来伫耶路撒冷，甲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因应当悔改，归向上帝，行事甲悔改的心相合。因为安尼，犹太人伫殿内掠我，想要杀我，总是。我得到上帝的帮赞，直到今仔日犹徛得牢，对着尊贵、卑贱、老幼做见证所讲的，并不违和正先知甲摩西所讲的，将来的确成的事，就是基督的确着受害，并且因为对死来搁活，要大声将光明的道。传互百姓甲外邦人，保罗安尼分诉，非斯都大声讲：“保罗，你笑了。
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倒互你癫狂。保罗讲，非士多大人，我毋是癫狂，我讲的就是真实明白的话。王也知影这个事，所以我向王好胆直直讲，我深信这个事无一项向王允劝，因为拢毋是伫家者后做。阿基帕王啊，你信先知吗？我知影你是信。阿基帕王对保罗讲，你想小看一个坑，就互我做基督徒啊。保罗讲，无论是少坑是多坑，我向上帝所求的，不但你一人，就是今仔日一切听我的，拢要亲像我一样，只是毋通亲像我有这个所念。对安尼，王甲孙母甲别年纪甲同齐的人拢起来，摕到内面，彼此议论讲，这个人并无犯什么该死该罚的罪。阿基帕阁对非士多讲，这个人若无上过伫该杀，就通讨罚。